俗语话咧讲，第一公种甘蔗互会社帮，这就是咧表达日本时代这制糖会社这无公平的措施。伫咧1925年6月28嘛有成立二林蔗农组合，落尾佫演变做二林蔗农事件，这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农民运动。明仔载也就是这二林蔗农组合成立100周年，二林在地团体嘛有举办活动，希望互大家更较了解到历史。为台湾民辈文章了解台湾伫日本时代头一个农民运动组织二林蔗农组合是安怎成立的？今年是二林蔗农组合成立100年，二林有在地团体举办行大活动，带民众行伫100年前的历史现场，了解蔗农争取权利的过程。咱为二林国校，就是当初是二林工学校，过来咱会去像咱在地马祖金联合宫，啊，搁有咱的警察局吼。其实这个点拢是当初是，不管是成立蔗农组合，还是供咱遮知识分子来接受咱的现代的教育，所以因来开始去想讲要安怎透过甲因参详的这个方式去开争取回来安尼。伫日本时代，台湾糖业的介绍拢是会社控制，所以有一句俗语讲：第一公种甘蔗互会社帮。为着抵抗会社这无公平措施，1925年6月28，二林在地人李应忠、楼上副顶人组成二林蔗农组合，要含会社交涉，落尾演变成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真重要的农民运动代表。今个少年囡仔，就算讲伊是二林在地的囡仔，其实做这个事件，大概有的人听过，毋过无讲做了解，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会透过这个活动，互我家己本身会当更较侪会熟悉。我是最爱四界佚佗的一个人，嘛是利用这个机会，加了解一寡台湾的活动、甲风俗啊、故事安尼。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农民运动的关键历史，随后嘛影响台湾各地头开始成立农民组织。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互大众了解农民运动甲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做伙思考学习100年前的前辈勇敢站出来争取权利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